老热大擂台，老热跳下对啊，没点的啊。来，跳舞要说一下，大家听好，让你嗓音无快，练习一下了。有吓到大家冇？哦，大家有欢喜冇？有啊！哇，今天真的十分的欢喜啊！哈，因为按老热大擂台在呢客家天师台成立以后，13年来，第一摆出来台湾的观众朋友啊的见面会，创举。嘿。讲真的，根本就看到安尼太一家乡亲朋友吼，按支持安尼的节目吼，啊来到按多，现场按多朋友，现场差不多几千啥的，啊，那波还有2、3千啥入唔来啊，哎，真的哦。今日你谈讲有20台游览车来没？系啊，20台一台43嘛，就800个人啊哈。哇，客家话都报都非常哈。免最近特甜的。最近还时差了。对。但是今天啊，真的哦，安尼见面会，唔单止讲哦，主持人来到现场，哦，还有咱所有的工作同仁们，吼，安尼来到呀，啊，同大家的腔下的录制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。哎呀，所以现团的工作人员的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吗？辛苦演的，演对草坪业就来到现场，还是布置现场哈，还有彩排，都辛苦，非常辛苦。当然，根本日安尼现场没有来到太热活，哈？系啊。小英吗？哈？小英吗？我还李前总统嘞。喂。小英。安尼客家天师台也按多年来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接看客家天师台对嘛？哈，做到非常的站对嘛，非常有质感对嘛？哈，节目也接跟那个金钟奖就拿到奖对嘛？对。也还卖那功劳对嘛？哈。卖嘢。还安尼客家天师台的台长，还有安尼经理的功劳。分享。我们客家天师台台长李如林台长，有后生冇？有新嘅冇？啊，有唱歌夫冇？我们国父叫做李如林。没有，还有一枚，非常的辛苦，个子不高。嘿，但是他在我们客家界啊，那客家天师台有小巨人之称，哎，哇，掌声欢迎我们的经理小贝经理，小贝姐，哎，你快乐都已啦哈，快乐哈，好啦，按今天的节目哈，算小可 PK 赛，用呢，观众朋友同观众朋友 PK 吗？按有抢到当有传艺的朋友的 PK， 哦。但是观众朋友，人家就根本也没有动态的任务哦，人家书房没有个荧光棒，但还有2组 PK， 人家长得做裁判，做裁判看哪一组较好玩就。哦，今天又要分2队的咩？哎，分2队。好，准备好呀。好，一个太牛吹，太牛吹，一个甜心吹。系，甜心吹。但是盲比之前，我同讲我就赢的啦。做乜安样讲？唔过出片呢？今日我妈妈有来。大人物中的大人物。冇啦，我妈妈做嘅，我妈妈做嘅。罗妈妈啊，对。当然哈，虽然个PK，但是还没有有请啊啲专业嘅评审先生。我嚟公平啊你。哦，人有公平的功能咩？有，係啊。你好。嚟介紹下嚟，好唔好？分享 TV， 德高望重的葉家秀先生。老師，請站起來好不好？很榮幸邀請到葉老師。TVB 翁英信先生。係。
气质美女，沙雷亚 V 黑爱心目中的偶像。好，欢迎，热烈欢迎罗国立老师。哇！接下来这一位是创作才女，客家界的骄傲，欢迎启思飞先生。好，安尼结结进行按今日 PK 赛啦，哈。好，来有请到铁锤 Lady First 的本牙片先。好啦，反正俺嘛一定会养嘛，好。唔讲唔会养，俺嘛会养，俺一个翻山越岭请来的呢。嘿，那厝边的视察伊法典请来的哦，很厉害啊。会分享百变雷恩，林百贤同林恩义带来川剧变脸。好了，我养。
温馨一下好唔好？好嘞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北賢。好，唔記咩帶到埋安子社。哦，什麼安子社？非常傑出啊，當要隨意，當要隨法，啊歌要唱得好，啊唱到要邊也蠻熱鬧。這是我念中班的兒子，第二個。怎麼會想到說你變臉就算了？那兒子為什麼會一起學這個呢？其實他從小，因為我們早期都到處在表演，全省。帶着兒子嗎？對，因為他沒有人帶，所以我們只好帶他一起去表演。哦。那他表演的時候會看，會學，會在家裡拿着那個棉被，耳濡目染。當時都沒有配備，他就拿個棉被當披風。哦。拿那個愛心拍當扇子。後來我覺得好像有一點興趣，後來我就決定幫他做一些衣服。哦。讓他開始練習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的非常的精彩哈！掌聲再鼓勵一下好不好？謝謝。這表演基本上係要乜嘅才藝嘅表演嘛？大條。你兩嘢一隻戲會出嚟做咩啊？係啊，咪係小戲咩？係啊。係啊，我老戲。咩小牛啊？綽號都太牛啦！係啊。一係會這個上次跟上次不太一樣啊，這一次我們這一次呢比較喜氣洋洋，因為上次他沒有穿衣服。哎，請他先自我介紹好了。好。哦，今天人很多呢。先跟大家問好。Daniel、Angel， 大家好，我係何水玲。我連羅哥的歌我都會唱啊。哎呦，會唱我的歌，可以來一段。哎呀，哪一首歌？可以嗎？新歌啊，你的新歌叫做愛那麼痛。叫做愛那麼痛。哎，我講錯了，叫做愛那麼痛。你那個逗點要放好，好不好？哈，你不能說你是猴子。回去那個標點符號打一下就知道了。對，歌名叫做《愛那麼痛》。我知道那首歌怎麼唱，我會唱。哦，你可以來一段嗎？是，你會唱嗎？幫我打一下歌。侯賽雷來一段。來了。哎，我們老師要不要叫老師？小康，人跟盡量跟。不是，對啊，因為這首歌還沒很紅哎，小康老師搞不好還沒聽過。來了，愛那麼痛，愛那麼痛，愛那麼重。喂，你還說你對他了解？你這個對。哦，我忘記了，對不起，我忘記。是巫啟賢的啦，不是我的啦。另外一首，我的是台語的。對，哎，那個老師，來一個 C 調。愛那向你跳，不愛那虧我。哎，下一首我唱。我在家過，無情人的命好，我來承擔。哎，我還在唱啊！來，哎，這首歌我忘了。你唱到你連他兒子都已經下台去了。哎，你兒子嘞？我怎麼知道？你兒子嘞？你兒子都不理你了，我跟你講。不理你了。對啊，哎，真的表現得非常棒，對不對？讚。又會變，又會說，又會唱，非常的精彩。好。那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天心隊先休息一下。好的，因為還有下一組。好，沒問題。大牛隊要出來，好不好？謝謝各位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來。哦，
較可能精彩的表現。精彩吼。係啊，有觀眾朋友啊，阮你哦。係啊，等下他個兩喙鼻涕以後，然後評分哦，吼，看哪喙較好啊，好冇？較好看，較精彩啊，哈。好嘞，沙下來也喙呢。唔歹慢嘢，唔歹慢嘢。唔看我嘅天星隊安豐盛誒。我就派菜啲，按今日來到桃園龍潭嘛，哦，龍潭，我帶來四客人客家歌謠版嘅表演，好冇？好，精彩表演來歡迎。集中一起。哎，中央五为准。啊，站好。你是中央五啊，你要我为准这样。来，好，来往中间靠齐哈，来，嘿嘿嘿嘿。你们好，啊，你好，啊，同大家问好来。哇！听说他们这一团里面，他们这一个天团里面，有一个很会劈腿的。很会劈腿。那么小就很会劈了。我真的哪一个？他是你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上次他表演蒋公啊。蒋公是不是？真的，我来看一下声也用来模仿蒋公了。全国军民同胞们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，来是一个快乐客家妹。有一个原住民朋友开车嘛，啊，这门警察来下来，窗户一打开，有酒味哦。是。警察先生，你不要吓我。听说他们这一团里面，他们这一个天团里面，有一个很会劈腿的。
很会劈腿。那么小就很会劈了。我真的哪一个？他是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燕如不行，牛北北不能再劈腿了，劈腿他会有危险。你以为我不行哦，我劈给你看好不好？唔怕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大家拢知啦吼，那个节目要做4年哦，这才有辛苦啦。啊唔怕吼，我们年纪都会觉得你了，唔吼。小花，OK， 蹦给他。好啦，要到新年个表演都非常的好哈，系啊，太棒了，当然顺利啦，同章，请我们这个有爸爸的感觉的那叶嘉修老师，好不好？老师。哦，好的。廖秋玲老师。不是啦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段去啦。他自己还会 Q 嘞。按上半。哎呀，结果今日欣赏的廖秋玲老师，廖老师也是刚好坐在这边哈。来，廖老师，来，转个圈让大家认识一下。廖老师那天节目当中哈，参赛出来，但是伊他变的新传是高东都学生哎。是。哎呀，你真的很吵呢。我们赶快解决这一段好不好？我们赶快解决这一段。老师，麻烦你讲评一下。刚刚那个变脸的那个小朋友很可爱，等一下，哎，对。好。然后这一队的这位刚刚那位导播小朋友，没等一下，詹导播，他直接在当导播了，嘿。对。这边清理后呀，很可爱。清理后呀，他不止劈腿啊，他劈腿的时候还会变脸啊。不是。你再逼一次，那个是因为拉伤。哦。你看，他劈腿完了以后一定变脸。好，你今天就这样坐着就好了哈，不要站起来哈。但我们节目结束哈，晚上12点才会收工。其他唔强哦。哦，所以平常吃到两吹奶吹卡低哦。刚吃到两堆哦，毛 Q 弄的可爱啦，所以俺感觉讲，平分高下。平分高下，对。不分上下。难分秋色，主持人。对呀。谢谢那叶嘉修老师。来，分享另外一吹哈，甜心队，来，甜心吹哈。我们2个人要打他们那么多人呢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有专业度哈。也平分的权利就交完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好吗？好。因为甜心吹较厉害的卡数来。天从差不多有300-400因为两个表现都不差，系啊。好，台你做乜走上？我都徛按多的啊，因为太牛吹的，请徛荧光棒。真的嘞，平分秋色对吗？一样哎呀，都表现得很好哎。哦，安尼我们的奖金有多少钱啊？奖金有3万，3万块，安尼平分秋色可以1班的，好不好？1班好不好？他敢出1万的好不好？好，1班谁带领？恩宇带领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安尼看海主，赢个片甜心吹要拍出来。既然係安尼嘅方，我一路一厉害，我加油嘅吼。我一吹拍雷混血兒。混血小王子，他超級的厉害，會講吉爾，會講荷蘭，會講客家，還會講英文、日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。很厲害啊！又會講又會衝又會演。哦，突然客家有乜關係？有乜嘅關係咯？係啊，介紹出嚟就點？好，來分享。看一下安淑婷的表演。掌聲歡迎你啊！
情好深哒哒哒哒哒哒啦，大家向下冲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扮演情好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扮演东好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扮演情好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扮演情好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扮演东好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客家扮演东好深，哈哈哈。神梦太家暗自说。客家扮演歌，扮演狗。你说客家扮演歌啊？那个乜个名？我係黃淑婷，恩淑婷，懂厲害呢。今年多少伊多歲呀？我今年8歲。 8歲。歲，按歲講少看到啊，我個面我講客家話嗬。係啊，我記得佢上擺啲人啲節目當中有表現模仿有冇政要人物？哦，對，對呀，你上次在我們節目是不是有模仿過一位政治人物？蒋中正，是蒋中正嗎？啦，蒋公啊，蒋上公，次他表演蔣公啊，蒋公啊，蔣公是不是？真的啊。對，好像蔣公是蒋公。應該現場朋友對蔣公還有當有印象啊，嗬。係啊，你看下聲嘢用嚟模仿蔣公啊咧。哦，個國父啊，上康來評論嚟。全國軍民同胞們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們，今天我們醒一了，我們醒沒了。沒啦。OK，今天唔俾表演呀？沒啦有表，演現在這個是加碼給你的，功夫呀。你要表演功夫，對不對？對，好來，來，我們看他精彩的表演。李小龍來了，李小龍。來了，上身，上身。他最後以最尾還留一類收拳。收拳。嘿嘿嘿嘿。要把那個氣再入丹田，他這樣才不會受傷。真的很厲害呢，你練一久哎，這功夫你練多久了？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，這與生俱來就出來。哦，臭屁了。臭屁。係啊係啊。哎，臭屁好。唔吧，表演多來先談一下欣賞的公平，好不好？王以欣老師。哦，我看了好開心哦，因為我剛才跟葉老師啊，我們都在交談說，這小朋友真的是未來前途不可限量。我也知道，父母親是用心的栽培啦，從他的語言哦，再來就是我們先從他的歌唱部分來講起。是，因為像按這個小朋友從國外松特別緊張，但是他唱歌是enjoy 在裡面，就是很陶醉，包括他的動作都是非常的自如，非常的自在。我去到中國，不管是表演也好，也是比賽，如果可以唱到很自在，我覺得是非常享受一件事情。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表情啊融入在裡面，是非常棒的哦。比如說你上台唱歌，而且他有的那個音都抓得蠻準的哦。好，你剛才在打拳的時候很棒哦。我想你先從給鄉親朋友都有感覺到。要出拳、要打拳的時候，你這個煞氣、眼神都不一樣，對不對？是。給他一點掌聲。所以淑婷，好
给你一个赞，很棒哦，加油！谢谢。老师说你表现得很好，very good。 Very good。哎呦，你碰到他就会讲英文了。当然，练很久了这句。按王礼新老师啊呢贡品啊，贡品。但按先休息一下。好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休息一下。好。还有太有吹，还要派出一边。我问你。佮派出我一个声音的哈，啊，他派出来的蔡天原住民朋友。你用专门派出蔡天哦。哎呦，原住民迄按台湾。拢表的按演艺请。请做的擂台主了。擂台主拢扮上来啊。哎呀，我们阿美之光何慧珠表演的快乐客家舞来。快了，下个月。你做嘛个做啊你啊？酋长咩？对呀，怎么做酋长啊？这一套衣服是属于阿美族的，也是阿美族的，是哦，是酋长穿的吗？不是，酋长还要戴头冠。哦，还戴头冠。所以你这个给牛哥戴的，他就是牛酋长。哦，他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哎呦，原住民啊，原住民的一份子。是啊，哎呀，我是原住民的朋友。是的，你是原住民的啦。啊，大家好啦。原住民的朋友很会唱歌的啦，又会跳舞的啦。哎呀，哈，妈妈，梦中的妈妈，昨天晚上睡觉旁边不是爸爸。原住民的朋友啊，是。哎，你客家人吗？没呢，我是纯粹的原住民呐。啊，你拢无参嘛，拢无参掉啦。但是唔会讲对嘛？唔会啊。啊，你听讲嘛个啊？汤一点点嘛，汤一些些。啊，不过我他们会唱客家歌。係啊，之前在安尼节目当中比赛时间唱客家歌唱到当火。哦，安祖西，什么？真的。太棒了，载歌载舞啊！除了安尼表演以外，还有乜嘅其他表演吗？今日嘅跳原住民的舞。你头都没跳哎吗？跳原住民的。刚刚那个不是？不是，那个只是。附带而已，热身而已。对，哇，要正式来一个。现在我大概跳一下原住民，但是不是团体啦。团体的话是另外一个手牵手哈，比较大热闹的。啊，再来就是这个个别，这个是个别跳。团体那个是丰年祭的表演。对，大合跳的，就是说我们手牵着手跳。好，如果大合跳要怎么跳？来，简单的就好。好来。好来。前点跟进，后踏跳。前点后跟踏跳。
不要抬那么高。我管大哎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场地有多贵？等一下被我弄坏了，我要赔钱。哦，我今天主持费都没了，好喘哦，真的很喘，真的。可是我们那时候还要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边跳，然后我在旁边，我倒一杯酒给你喝，继续跳。我还喝酒。然后跳完以后呢，就会这样子啊。跳完这个跳的很久了，然后越跳越软，是吧？拜拜。这个就是喝醉酒的啊。原住民的朋友哈都很乐天派，很热情，然后很乐观。所以说我们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热闹，就是对呀，有一次那本警察的有一个原住民朋友开车嘛，啊，这本警察来下了，窗户一打开，有9位哦。是。警察先生，你不要笑我，我只有1位，哪有9位？后来你表演都非常的好，还有原住民的舞蹈都拿出来表演了啊！哎呀，来我们请安尼罗国立老师来讲评啊，来好吗？来，卢老师。非常謝謝吼，一直對影響非常沉重啊！記得第一班都那年讀到人家，從國你一上台也是整個原住民服裝站在那邊，音樂還沒下之前，你整個人是，就是很精神奕奕的站在這邊，一點點動作都沒有，一點動作都沒有。但是音樂一下的時候，哇，你就開始嗨起來了，肢體語言就來了，原住民的舞蹈就出來了。那個時候的我對你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也還有你給我的第一印象，接下來我就很期待要聽你的歌聲了。謝謝。果然就是聲音跟肢體完全那麼的配合，那麼的搭。我記得那時候我給你很高分。是。我要跟讓觀眾朋友好介紹人家原住民朋友哈，他叫做何慧珠，啟動有心創人客家歌，給他掌聲鼓勵，好不好？謝謝。雖然他後來沒有在記憶裡面沒有能進去，但是呢，我給慧珠姐姐一個期許，我希望你再回來鬧熱，我們真的好想再聽你唱歌，加油加油！你今天的舞蹈也很棒，歌聲也很棒，繼續唱我們客家歌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哦，啊你演下太牛吹的嘛？你太牛吹的。甜甜吹的油唱出來嘛哈？當然嘛，該油唱出來了。飛啊，按豎停。吹得蠻好看哦，這一組很好看哦，都不是純客家人，但是都唱客家歌。哦，哎，他真的走出來跟老大一樣哎哦。可是你要去哪 ？Hello，please， OK。你剛行出來的時間真的哎，跟勇的真的。對。不是，因為李小龍還沒退價。退價。對。好，6位精彩表現，也khiến你有觀眾呢。搞不完的觀眾朋友了哈，熒光棒開了哈。好，好來，吃到安尼甜心嘴較厲害，唱卡數。胡煙花吹落彩風中，胡煙花曾埋在心中。真的兩位要拜一下，拜一下。哇，哎，無想一條歌。平常時接糖啊，呢沉水朋友安尼唱哦，你看鐵白咁我條歌用暗號糖啊，你看你旁邊糖啊，糖都幾麻皮咗去咯。飄在風。好來，吃到安尼甜心嘴較厲害，唱卡數。哇，掌聲叫聲！哇，哎呦，他搞出你蠻厲害呢。因為小弟弟很可愛，才養八歲啦。係咩？八歲啊，哎呦。因為我們純客家人，因為安慰從客家歌。係啊，安定一下哦。對。好，因為太牛嘴表現都非常的好嘅話，唱卡數。怎麼就還是一樣？還是平分秋色啊！哎呀，勢均力敵啦，兩位都很厲害。觀眾朋友認為你們兩個都很棒。對。所以獎金本來有3萬塊，冇啦3000啦，3000啦。對啊，觀眾朋友因為個真係3萬。全部嚟報名。3000元。3000元。獎品。還是用在普通話。謝謝啊！謝謝。
息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舒平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合作休息。嗨，好了，接下来重头戏啊，东南的唐吉创国的，系啊，现场的朋友今必有耳福啦，系啊，作为现场唐到安的启示飞行上来创国的，好不好？对，系啊，欢迎启示飞行上来。徐老师，罗哥好，海军好。今边啊，安排启示飞行上同安尼客家添是安尼朱慧群吼来现场演唱歌的。当然，启示飞行上电视节目当中有唱歌嘛哈。对，系啊，唱，按过太部分就唱起歌。我压力自家歌的我压力很大，啊你较少唱压力很大。压力啊，我虽然讲我係倒頭貼貼的客家人，嘛主持一個節目，啊唔過我唱客家歌的機會真係當少。當少，唔啲人啲節目當中咩唔是唱歌，嗰種唔看有唱咗唱嘅呢山歌了，對嘛係啊？今邊安尼好好嘅彈，安尼朱海權同安尼啟示飛行上來唱歌嘅。哎，好，我帶嚟乜嘅好彈嘅歌？無言花。我係條魔唱呢。魔唱。姚守琪先生。魔唱。當到沉水朋友吼，接我拿一條歌嚟當做安尼沉水一條歌曲，係啊，今邊人嚟彈兩位嚟表現下嚟，好，好唔好？這有列入評分嗎？等一下看我們這個感覺他很嚴格。我有那個毒舌的表現嘛？你要不要先去上洗手間？對，您先在旁邊休息一下。按好好的，緊張。係啊，洗耳恭聽一下咧，好嘛？兩位帶來好彈嘅無言法來。什麼麥來？点点糖，风中传来轻诉，繁华的世界本是荒芜，失去的难再留，虽然心寒在痛，人生本来就是无常。又何必一粒心也无踪？又何必怨叹人生云雾？发不念在心中，不恋不弃无望，徒留发一缕般凋落。如年华游移在风中，如烟花随风轻彩树，等待有心人来诉情诉，温暖爱小小的心房。如烟花吹落在风中，如烟花沉埋在心中，假使无法用心来想象，对爱渡过寒冷的冬，飘在风中的如烟什麼開㗎？
心也无踪，又何必言谈人生的梦？发不念在心中，不恋无情无爱，徒留花衣泪般飘落。不念发摇曳在风中，不念发随风轻吹诉，电台有心来诉情衷，温暖爱小小的心房。不念发吹落在风中，不念发真爱在心中，卡死你还有心来相下。天爱土个人激动，不念发吹落在风中，不念发真爱在心中，看似你还有心来相下。天爱土个人激动，飘在风中的无言发。什么拍嘎？什么拍嘎？谢谢。谢谢，拍嘎，谢谢。谢谢。真的两位要拜一下，拜一下。哪一家鸡推出来做乜？我做乜嘅？买吹下半嘅。哇，无啥一条歌的，平常时接糖安尼沉水朋友安尼创哦。应该体白跟我一条歌用暗好糖啊，真的好。分量比创我真的。对，欧巴桑天团。欧巴桑，我们已经组很久了，1年前。对，但一直没有机会表现。对，一直没有办法合体，终于有机会 DRV 呢唱那欧巴桑天团歌。我家真的我伫旁边弹啊，弹到给马鼻子去了。还可以吗？牛哥还可以真的很棒，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有赞冇？什么那个？谢谢。那个冲阿腾那个安可声音，一直来，某堂豆吗？我很怕喊那个偶像喊的，偶像喊的，偶像要交换，好紧张，偶像，先给吧。我演偶像了是吧？这种宣布，现在从今天开始，朱海军是我 logo 里的偶像哦，好不好？国立老师，那我呢？一起来吧。你是台长的偶像。对。哇！我真的压力很大，因为第一版要吞，徐世慧老师又才女，创作才女，好紧张哦，我怕那个一个字一个字那个音吼稍微他都站在我旁边很近，不准，刚刚真的我就完蛋了。非常非常高水准的一个表现，谢谢，真的很享受，很享受，真的很棒。首先我还要谢谢小康老师啊，我们的乐团真的太赞，这首歌的编曲头一次可以这样子唱，我真的是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基本本来动都会赶不上来，还觉得很真劲哦，很赞哦。所以徐世慧老师的不单是唱歌，他也带来礼品给本来的观众朋友。哦，超。啊，唔講唔要拿到3分，很多嘅人3班人認我拿到3分。就看那3位朋友有要允許得到一3樣獎品啊。牛哥意思係講有獎徵答咯。是啊，好不好？萬中選3。大家準備好了沒？大家準備好嘛？好，來，我們徐世慧老師來出題，好嗎？好 ，OK。請問今日桃園學長見面會，期盼的地點係啲哪位？
哎，每个都很快，每个都很快。哪一个？需要是你要我自己选一个选吗？等一下，要我自己选吗？我选，这位黑色衣服这位姐姐好了。好，来，请上台好吗？来，哇，她穿的很亮，有没有发现？有巨星般的感觉。对，我们的第一位幸运儿。来，请上台。嘿，姐你好，请问贵姓？工厂张姐来，这麦克风姐。给你哈。哎，请问你的职业是做按摩的吗？还是？不是啦，SPA。哦，SPA 啦，比较流，你比较现代一点。啊，你都猜错了，都猜错了。都猜错了。哦，咁我唔做乜嘅嘢？啊，做珠宝的。干嘛？我是从高雄来的。高雄来的，真的哇！哎呀，对，我是跟邱巧老师的好朋友。是，你好，所以你喺客家人都出嚟啊？客家人嗎？唔係客家人，唔係客家人。會唱客家歌？會唱嗎？會唱客家歌。會唱嗎？會唱。安尼會唱客家歌，建議要記起來，你節目比賽好冇？哦，OK。唔啲結講乜雞毛？唔啲結講乜雞毛？啲啦，就講啲就 OK。剛剛基本那個問題咧，還記得嗎？龍潭。對。龍潭的什麼地方？龍潭的演藝廳。其實也算演藝廳對嗎？是啊，這裡不是演藝廳。也算演藝廳。係啊。也還有另外一個名稱。你的提示團好多哦。客家文化館。龍潭客家文化會館。客家文化館。小看老師有沒有答對？有沒有答對？Bingo。好了，恭喜你，請來呢徐世慧老師。謝謝鼓勵，握個手。謝謝。好，繼續看節目。謝，恭喜你啊！哎呀，好，俺那徐世慧老師再一題了。聽一題，大家準備好嗎？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嘛？好。排泄下昆士卡曼的。好，我們時間限定。請問，客家推標會快乜嘅法？來哈！你可以選一些這個長輩一點。長輩嗎？長輩嗎？對。好，來我。哇，後面都是長輩在哪邊？長輩在哪邊？通通在這裡，通通變長輩了，通通變長輩了。好，有那個紅色搖紅帽的那一位，搖紅帽的那一位。OK， 好，來，歡迎來東部的掌聲。哇，巨星般的邀請。嗰種得到人哋金馬獎用嘅。你好。我今天去爬山，順便過來的。真的？我們不會穿得很漂亮。不會，已經很漂亮了。對呀。你有好多彩虹。你至少不是穿拖鞋上來就好了。爬山不能穿拖鞋。很難講啊。哎呀，爬山爬到這裡來哦。太極歸鄉。安媽咪。香氣。香氣。什麼香氣呢？肌肉筋。肌肉筋啊！你好，還沒香氣。跟家下基本的問題點嘛？點嘛？馬改法。那個有一下上台。爬山忘記了，先讓他暈腦一下。玫瑰花。剛才我問公務員白搶本人客家推標一個法，係馬改法。我跟你講，喇叭花。哎嘛。還是有兩個選擇題，好不好？不對啦。不對啊。馬改法耶。那個桐花。有桐花。桐花，好，恭喜你。算答對了啊！哎呀，有桐花，恭喜你！李姐姐，恭喜啊！啊，等下看得張一爬山的啦哈，好嘞，下一題。打條，係看到有個台嘅。
送个两分出去，啊，毋过我倒见含弟弟杯，迄马嘅东西。可以哈嘛？唔送马嘅东西俾人，啊，莫送咧炸弹俾人，真送出去。哦，哇！用板编出来啊 ？CD 嘛。人家个多年以后库存还得蛮多咩？真的吗？啊，你讲我小腔笑最大声啊！我音太多的啦。唔係啦，特別本來已經買鐵咧，特別為咗按今日客家鄉市要再生產。真嘅啊哈，他會叫我叫按多開。好，多年以後啦，騎士飛行上新專輯嘛，係禮物之一哦哈。好，來看。還有乜嘅？還有乜嘅？什麼東西？有乜嘅呢？蛤蟆沒？這個是什麼？便條紙。便條就是寫情書給人家可以用這個。嗯，好 ，OK，很好。哎呀，幹嘛嘅？哇，這個好是行李牌棒嗎？對，行李牌。行李牌。這個很可愛的行李牌。行李牌。有冇？好，還有乜嘅？相本嗎？哦，還有我們客家。等你送那個東西。哦，哇，很漂亮哦。等一下，我跟大家講一下，這個東西我嚮往多年，可是沒有人給我，從來沒有人送過我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哦，按三枚東西冇拿到。係啊。有啊，唔見拿到誒，按過當然我有機會嗎？可以嗎？還有一本記事本。還有一本記事本哈。還有客家天師台嘅家雞頭嘅。家雞頭。哦，所以那些全部客家天師台，特別為俺的觀眾朋友準備嘅。對，這個小朋友提3問題來。好來，好，提3道問題。等一下，我看有沒有提示，沒有。哎，這個我每次在那個節目後面都會常講的。真嘅嗎？嗯。可是我永遠都背不起來，看你們的腦力啦。啊，請問腦嘅副專線係幾多號？哦，一真咧，要接看人的天師哦，看到呢，看到面嘅。大擂台一聽到號碼喺度嗬。慢嘢。那個給小朋友機會。好，這邊小朋友嗎？給小朋友機會。好，來，小朋友。小朋友他只是好玩在揮手而已。他會哦。啊，那是阿嬷嗎？還是媽媽？那個是妹妹。妹妹。是辣媽啦哈，是辣媽，阿嬷哈，阿嬷，哎呀，你阿嬷，对，看不出來呢，你真媽，會了，按樓上嘅阿嬷吧，哎呦，阿嬷衝動，我60啦，唔到60，真見啊，哦，跟阿嬷有保養咧，係啊，係啊，唔通查碼嘅保養品啊？我嗌老聽可以嗎？可以嗎？啊，唔抵嘛？阿嬷啊0919388398，哇，很厲害哦！一個號碼我喺度開機械人都開起來，你知我咧，我可以按步呢。你可以按步就下得嚟哦。哎呀，你爸爸就恭喜啊！恭喜！香馬雞，香馬雞，好啦，恭喜啦，就這樣，就這樣，謝謝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好，謝謝哈，哦，謝謝，謝謝。羅太講啱俾人羅少字，係啊，兩片冇咁樣啦，係啊。太講你好。哎呦，阿個片呢？就是你好。哦。進來啦嚇！傳統組，係人現場朋友親口看咧，親口談嘅對嘛？係哦。哦，安尼夾到進行按今日安尼 PK 賽。好。有分吹哈。分吹，但是進行之前先介紹完你評審先生，好唔好？好嚟。先分享 TV 李秋霞先生。好嘞。站起來啊！哇！哎，李秋霞先生要獎冇？哦，當佢打扮係嘛？誒，嚇。
庆奖。抢筹，抢筹。好的，筹好哈。筹好哈。好。天津卫分享2分破先生。哇！分破先生有漂白膜。哇！烟刀膜。烟刀。哇，梁老师站起来，这个掌声如雷呢，嘿啊！伊粉丝几多呢？哎妹，安尼哈先生，哈一味介绍先生，你压力要太无吼？应该摩擦啦。摩擦嘿嘛。随缘。随缘哈，嘿。重赏分享曾民主先生。你等一下哈。哎呦，咩一书分享哦，是。也味搞本。哦，沙下落也味嘿啊。辣妹椒。哦，佢可能压力都非常的大，因为也都欣赏吼，嘿啊，较自诚。分享罗妍妍先生。哇！是不是？哇，男粉丝特别多哦，哈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你看厉害了。你挑到准备带蛮多包红包哦。他偷学我，他偷学我，他偷学我的动作。我每次都唱完歌尖叫声。不要吓到的声音就好了。我觉得我的是吓到的声音。好了，这边先生哈，麻烦一点了。辛苦啦。哎呀哈，好嘞。Lady First， 有冇我先咯？喊得很先，你先拍出来 AV 好吗？我先准备啊多菜吼。嗯。客家常青树，来分享罗连鼓泰国，给没有带来평子歌。哦，来听一下罗连鼓带来평子歌。是那个哟，爱是主唱来草江啊是，安那相说草江啊是，相是主唱来草江啊是哟。呀。
重赏鼓励哈，培养老太婆。呢邊係羅太公，那邊係羅少志。係啊，兩片冇咁樣啊，係啊。太公你好。哎呦，阿幾片呢？就是你好。임영인의表演幾位時間啊？20人。你是哪年？20年差不多。哦。應該80多年，80年。哦。我唔當初做嘛會想當過，我嚟表演一種임영인嘅節目。因為我先後唱歌啊。我感覺唱歌身體動好啦。唱歌嘅身體健康啦。那當天又發出來啊，你對身體又真好，唔係還唔係白騙，係啦。有聽到嘛？嗬，好唱歌嘅唔係白騙嘅啦。我快樂啦嗬。快樂。咁太太安尼，唔會本搞嘅安尼精神分裂症嘛？佢唔會啦，佢。係太太嘛，係安尼임영인。我做임영인啦，我每樣都放心嘅。哦。乜雞切假來啦，唔可以同我喺度罵。誒唔會查，剛才古樂亦可以剛來現場講一下一個 idea，唔會查。對，係啊，以後咩做一種表演嗬。陸先生。係。陸小姐。來，先嚟談一下今天表演。先生，因為之前是看過一種表演嘛嗬。哎，李秋華先生，嚟。你老練講先生。以前我哋表演嘅時，從來就唱佢出去表演，所以佢輸到千台傾天。雖然佢哋有80歲啦嚇，講咧80歲就可能死人嚟啊。如果表演啊，係有樣。50歲嘅時候就仲係學嘅，係。小牛嘅。哇，佢唔保養到真係一號，係啊，可以嚟唱79歲。79歲同80歲差一歲。喂。你有冇叫你寫啊？豐富啦。個表演嗬，你講到陰陽唱嗬，雙聲帶，就不容易，一下聲帶，一下聲妹，一下變過來，一下變過去，嘅角色。一馬上叫做我能夠去反映到，所以我請強結果，要轉到聲來就衝到聲妹上，轉到聲妹時衝到聲來上。一片又有聲來豪氣，一片又有聲妹跟柔軟哦。一片子歌嘅屬於人哋客家小調對唱嘅嚇，一閃兩閃對唱非常逗趣嘅一首歌曲，所以今年叫將呢首歌曲顯示得非常好。阿連哥哥嘅非常什麼強哦，安子聲什麼嘢，他比真打你話嚇。非常嘅精彩。係啊，安尼唔怕，先休息一下，好嘛？係啊，而家嘅甜心吹嘅嘛。嗌呀吹哦，嗌呀吹嘅嗬。甜心吹派出陰陽人，哦，那邊可能沒有派出人妖級嘅。唔好派出嘛嘅，有魔鬼鬼出嚟。冇你先休息一下，好唔好？安子聲，重賞鼓勵啊！好了。我呢？一人分飾兩角。對，按我一人分飾幾角。我找2個人來把他幹掉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們觀眾朋友，伊攏按呢，明白我攏一個人，伊就記下啥，咁我就一組的來，想要講來滅亡。個比賽就係安尼嘛，我 PK 咪，我太有趣，我一定要派出較好嘅。唔講我對我應用人，但係有信心。來，我要派出嚟係雙料冠軍王，撞水床同廖強玉派來小調組合，來彈過啦。
小苹果你好，小苹果，看一下条歌要感谢那个小康老师哦，把这首这么传统的客家山歌小调过一遍，都按呢，好像那个百老汇的 Big Band 一样啊。有哦有哦，真的好听好听，唱得很过瘾哈。唱的有没有？因为替白用那种方式演唱哦，平常是用录音带这样配哈，那味道不太一样。哦，今天。感觉特别的有，我有感觉特别的嗨。你冲亚叔狗时节有整个年轻了起来。你们今天就公开了是不是？就在今天，公开了对不对？就是回不了家了。小拔辣跟那个小苹果。小拔辣，你就做长线的，你们这两趴嘞。我还要回家。啊，你还要回家？我还要回家。就把我讲，你用公婆对吧？没来，以之前啊吼，你就甲讲，有种事情你就甲讲。因为我比你有飞喏。没大摆吼，去我要比赛啊，也表演吼。下台甲推下我啊，你两个哦，没熊猫的就会两公婆啦。用来讲，沿用神采的定义的嘞。系啊。两个默契。因为你们常熊猫一样的你哦。哎呀，但是感觉迄个表演迄个默契，迄个像两公婆一样的呢。系啊。哈，佢唔单止安尼呢，还有才艺表演哦。还表演，头都表演得安好诶。哎呀。头都唱大蛮久呢。哎呀，有乜嘅才艺？带了乜才艺？我今天哈要来表现一下我的三大调。三大调，这没有那一码个才艺，三大调就很平常。我是比较会唱小调啦，其他三大调哎。问题三大调，他个接糖啊，要那一算嘛。哎呀，三大调有乜个题配的？给我唱。我出题。你出题给我唱。三大调。现在全听你的了。啊，牛哥。这么暧昧啊！不要去你。只有这个时候啊。大家都知道我都不吃肥肉的，你呢？但是瘦都在这里。我明天开始减肥。不要了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我来出题，我来出题。好。冲三太跳，安尼冲无嘛意思嘛？由于跳歌的坊间非常流行。哎呀，他家子会冲，他家子有弹歌，小苹果有嘛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有嘛？哎呀，用小苹果来冲三太跳。可以吗？唔可以捞开呢。真的。好。好。哦。真嘅呢？哎呦。我弹啊是。有准备哦。我唱哈。哎。我是你的小苹果。好。你要把我吃下去哦。我要把我吃下去。我要把你吃下去啊！我胃口没那么大。那个小拔辣，我们先站在旁边，他们两个人的恩怨。念整弹花枝。我是你的小苹果呐。
耍。转的呀。很好，对不对？哈，唱得好哈。来，开始，牛哥跟小苹果是海。海水哟。娘个恁个，用太念啦。我要回家告诉我妈妈。爱个你叫啊，爱无奈何呐。不行啦，김용姐姐安尼我踢爆啦。唔啦，其實叫老公去後面哦，係啊。係啊。所以唔多拿切班本去切班係啊，係啱冇啦，所以我嘅寒天嘅時間都唔可以寒嘅，你話。你看表演得很精彩。係啊，十分精彩。呀，太牛族嘅，嚇，鸦片了。好啦，唔一片咧。甜心族嘅就唱出來，來。安尼羅太過，羅小姐。好，羅小姐，來其中兩個片哈。哎，來。好。呀，緊張嘅時刻來了哈，我幫你現場嘅觀眾朋友來評斷一下哈。喺吃到甜心脆，較厲害，恰卡數。哎呦，咩按導演卡數咧？係啊。係啊，哈。動好看呀，哎呦。好。係啊，看安尼太牛嘴，2位對1位嘅演員人。因為太牛嘴表現到較厲害，恰卡數。哎，安尼用辦啥？哎呀，哈，我用片啊，他卡數因為安好用辦。太卡攏當然3兩嘅。係啊，所以呢，將金優他卡本安尼係嘛？係啦哦，客家語好誒。好冇太房哦，客家你就太房。對，這樣冇咗一殺一班啦，好唔好？3000人有13人分1500安尼好唔好？好啊。哦。哎。中獎鼓勵他，鼓勵啊！恭喜。謝。現在在跟我握手的是羅小姐。好來，恭喜2位哈，自謝哈，今日非常歡迎2位哈來表演，謝。好嘞，乖，又平分。嘿，平分，安尼撒下來，我贏甜心水，先派出1位人來。來，帶來準備的山歌推手。山歌推手。唐月就鬼厲害。嘿。唐康是叫咩創樣嘞？好。陳雲生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唐康啊，中獎鼓勵他。
哟，主持人好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分顺公呢？係嘛，分順講哦，他個司機嘛？司機嗎？是嗎？是了，是了賣你的阿公。好，羅斯人的啦，分順國的啦。係啊。難怪奇怪，山歌推手原來係唔跟爺孫咧。介紹阿公啊，介紹阿公啦。哦，跟爺孫咧今日要來嘛，羅斯？藝術咧今日冇來。冇來，你怎麼冇來？聽家爸去吹料。哦，阿公佢比賽時間，阿公都要皮定佢，今日阿公來啊。冇片哦，因為呢個阿公下要打50人牌，所以下冇打啦，冇阿公牌叫咪驚。所以私人孫咧較冇打。係啦。哦，按多年皮。係啦。哦。他個是看過羅斯人比賽時間表演嘛？有看電視有嘛嚇？我請教一下，怎麼羅斯人在比嘅時間辦呢？佢以上講係跳擺係天生嘅啦。天生的，咩唔搞嘢啊？冇，呢個天生。夾個招牌動作對嘛？係啊，而且 MV 個招牌動作，睇個樣對按熟悉嘅。獻上過啦，很多我他家都熟悉記啊。係啊，動有名呢。個頭擺有咧，莊信通先生嘅嘛。係。林信東。佢唱過我師傅牛啊嚟啊！佢師傅真係，佢唱到嗰時就話牛啊嚟啊！結果佢講咧，注意下，其實唔好扭嘅，唔敢扭，唔敢扭，他衝起來。哎呦，奇怪哦，所以就一邊扭。所以我講分上個，佢夾個通狀嘛，就變寬，就變人哋寬，也冇人搖嘅啊，鐵樹啊，對嘛嗬？安尼曾明珠先生，導師。係啊。阿楊生哥今日唱得非常嘅好，尤其對客家嘅貢獻真大，一直都喺傳揚咧嗰樣嘅文化，所以莊內嘅人睇自家對佢都非常嘅推崇，嚇，所以也千一分客家人嘅力量啊，嚇，所以繼續嘅努力，睇自家團結，客家人讓佢出聲，睇自家讓佢認同，好嘛？唱得真好，啊，真係加油先休息一下咯，阿公，係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。唱個短曲。也很有感情出演嘛。我睇牛邊厲害，我家阿公攏牽來嘅。客家推手係嘛？客家推手。哎呀，被拍出來。你把個手推腳。嚇死人啊！嚇死人！嚇到把尿都泄出來啊！那個。看來顯到一屙尿就好啦。因為擂台霸主。擂台霸主。擂台嘅霸主啊！所以唔講伊唱得好下，唔好讓佢贏就錯嘅啦。我看我睇邊嘅一首啊，叫客家電視台鬧熱大擂台 TVB 脫穎而出嘅冠軍歌手，帽子歌王，安尼顧福廣先生歡迎。愛衝山歌。見上唱嘅呢個呼風期泰國的公平一下，起來。謝謝。客家電視台鬧熱大擂台 TVB 脫穎而出嘅冠軍歌手，帽子歌王，安尼顧福廣先生歡迎。係，都嚟強吧。
见面了哈。系啊。哎呀，哎呀，之前嘿安尼客家电视台闹热大擂台 TVB 脱颖而出的那冠军歌手。哇，啊，当中啊，闹热始祖哦。嘿啊 ，TV 哦。哇 ，TV 哦。厉害呢。嘿啊，当中啊。当中安尼节目啊，13年来吼，佢可能才出现100啊200等等。啊，做乜嘅？但係嫌佢當無限啊。無限乜嘅哪吧？阿彌陀佛。哦。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，係乜嘅意思？無限阿彌陀佛。嘅妙行小行。哦。所以嘅閉關注錯嘅啦，係冇？係，所以你講。做得講，所以看無限出嚟唱歌誒。所以也拜真係當安日當用很做嚟搖槍到安尼古風時陣。哦，我唱出去跟彌陀做嘅模樣樣。對。真嘅。尤其係當摸誒吼，同埋好看。哎，摸誒，摸誒。朦朧的街燈，靜靜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過我心頭。因為真係看到人呆摸誒，都上到鳳飛飛，哎呀！可以上到騙人啊！哎呦，呆摸誒，上到騙人。呆摸誒。沒有錯。風兒呀，吹動我的船帆。啊，流水年華喺唱山歌咧，有辦法冇？哦，冇歌詞啊。冇歌詞哦。朦朧的街燈，朦朧的街燈，靜靜躺在小雨中，用安尼山歌嚟唱啊。可以啦。哎呦，歌詞哎，歌詞那樣有辦法唱？自家編啊。咪自家編。像剛才看到嘅小蘋果，嚟做自家都編嘅啊。唔係唱哦，唔係唱盧盈盈先生去唱嘅哦。哎呦！好，來盧盈盈老師，來，哎，難得出門呢。對，掌聲鼓勵一下。老師音樂下。朦朧我嘅燈啊，點點彩嘅小雨中啊，做得嘛？哎呀！哇，真勁咧！哦，厲害咧！跟老師的老師，你看馬上那個神來一筆就來。講係跳到很唔公平，咩很唱歌嘅啦。不，唱得都公平啊，唱得。其實顧富強先生咧，我是乜嘅公平，係啊，應該啲俄羅啊，對嘛，嗬，羅英先生。係其實我細細嘅時間，我就去聽過咧古阿叔去唱咧山歌嗬。該當時我就想講，你睇下人唱歌用安用韻味，當好聽，還不講去唱埋歌詞哦，聽起來都當唱嘅係牽舌溫，就是會被他吸引啊，就是他唱出來就是每一個字都特扎實都當吸引人啊。還所以呢，佢唔單唱係參加咧鬧熱嘅。錄音吼，唔好嫌耐哦。我記得本來我主持嘅山歌從來鬧練呢些繞場機來做咧來賓啊吼，起碼講我係同佢實踐呢，係啊。哦，那麼驕傲。哦，沒有沒有。佢當然因為佢很珍惜羽毛，所以他希望每一次的表演都是非常的完美。所以呢，佢準備當好一些，佢讓來錄人安樣先。所以特別看到佢擺出歡喜佢擺，因為嗬，佢嘅不管係外顯啊，又係佢唱歌嘅咧整體的表現啊，嗬，我相信呢，咧就係啲傳統山歌呢最強嘅代言人。是嗎？哦，子水啊，子水啊，是形容得非常的棒，係啊。哦，安尼做有請人嘅甜心煮嘅哈，甜心煮嘅。安尼啊，正講啊。分水果。哦，也係接聽見咗本來的觀眾朋友啦。觀眾朋友哈，係吃到甜心煮嘅，唱嘅較好較精彩嘅。
就nhạc較大的對，吼加尖叫聲咯哈，迄敢有講太牛水嘅衝的較好嘅話，就nhạc起來，好，來甜鹹水衝的較好，徛起來。哦，佢徛得當多呢，係啊。咁多。係啊。好，來看一下那個太牛水辜負龔先生，衝到較好嘅請起來。傳統啊，按多年啊，星光閃閃。他家是因為兩位是創作同好啊。一跟沒有辦法比較。沒有辦法評分。所以按呢客家鄉親，大家都十分善良。哦，像我將近都3000年原理，本一位咩排泄，本另外一位咩排泄，冇都2、3本啦，好唔好？好啦。係啊。好。 3000年原理1、3千2、3本。就點謝得咪嚇？謝謝啊，主席，容易，謝謝哈，謝謝家公，謝謝。謝謝阿公，謝謝副公。係啦哈，再次本下兩位掌聲鼓勵啊！好，謝謝。休息下，來，安主席。我嗌喲。好。我要準備菜出來喲。好，看下盤菜好食也唔好食啊？看起來但蠻好食，但蠻精彩。係。三國嘅小天后。哦，乜人呢？傅金賢。生日呢？英國係生日呢，小天后啊。哎呦，名片。我係小天后。小天后，我唱馬歌。平板。來，俺嚟唐小天后帶來後堂嘅平板。幾歲啊？你今年？幾歲13歲之年呢？小天后就被封為小天后了。跟那就開始學唱山歌嘅。4年生。小學嘅4年，嗰樣時咪差唔多當14天嗬。14就學，按人學4年咧。差唔多。一中間有去參加乜嘅比賽冇？田傳業。田傳業比賽。佢唱嘅人唱客家歌嘅人，一聽我來比田傳業同鬧熱大擂台。對。好冇？先去比田傳業。有等以後，將來鬧熱大擂台。哦，所以俺的意思係講，俺鬧熱大擂台比田傳業較厲害就錯嘅啦。好。哎呦。唐開始咧，搶跑數。俺要算最終極嘅比賽。最終極。對嘛？去所有嘅呢比賽有冇？去獲取一些經驗以後，將來恁鬧熱大擂台比啊。哦，啊比過關嚟，讓伊鬧連連就錯嘅。鬧連連表演對啊。哎，唔加啊，對，加唔講個田傳業拿到第多名咧？第4名。第4名。這是指日可待的明日之星，對不對？繼續加油。好，先休息一下。三個衝阿姨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掌聲鼓勵一下，好。
问的。这人家拍出小天后嘛，嘿，我这边也是一个小天后。嗯。哦，这个是小天后。看一下。哎呦，算小天后啊，年纪不大，嘿，上都非常的等一下。你这个应该是夜市天后吧？夜市天后，她一直想去夜市哦，妈妈都不让她去啦。惊没死就唔本去去啊。结果也没死加进去。结果佢啲人咧老嘢打嚟台逼過以後啊，贏嘅以後驚媽媽喊咧唔俾伊去啊，嚇，對啊，唔你啲上目嘅嗬，啊你老嘢自信梁先生，好，天拜堂去創羅山歌，來彈看下來。今天怎么了？我。对呀。对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跟那流行歌曲组的？你为什么挑都传统组了呀？给。对呀。有2个原因。哪个原因？你要听实话还是谎话？先听谎话。好。因为我想。怕我受伤，我先听谎话好了。嘿。因为我想你们。这是谎话。这真的谎话。这很明显是个什么谎话？对，那实话呢？因为我想挑战自己。恩子那么大的勇气唱山歌，因为刚刚我没有意会过来，我是到后台，然后说你快唱完的时候，我说牛哥，轩轩今天唱山歌哎，他说对啊，他是唱不对吗？因为他之前唱流行组啊，是啊，然后唱快完的时候，我才说他唱山歌哎，哦你这样意会过来就是抽，你们之前从流行歌曲组的，因为做来唱山歌。係啊，做嘛，我家喺度悶啊，你講挑戰自己嘛？對，挑戰自己，試試看嘛。因為客家歌的傳統就是3大調，所以我想說試試看老山歌。你上擺流行歌曲做喺第多名？2。第一名。按冇想再挑戰嚟變第一名啊咧。媽媽說她心臟不夠大。還是你要改來比傳統組？媽媽可以嗎？你有信心嗎？我有。就媽媽搖頭呢。我的心臟也不夠大顆。就在練習。係啊。剛才見上唱嘅呢，呼風期泰國的公平一下。
可以吗？傅凤仪先生安尼，吼来参加安尼节目比到连啊那个李如林台长都颁奖本金，上可能系啊，起来。其中那都三个比我唱还好。谢谢。客家人都客气吼，系啊系啊，谦虚。哦，汉友咧，汉友咧。其中咧，因为参加呢啲传统组啊，又都咧学习下当地嘅歌曲啊。哦，嘅迄个时期攞来比屯干掉嘅样办？咁冇要緊，冇要緊錯。吼，本後生記比出頭嚟啊！錯，後生人健康以來，你客家人有希望。哦，謝謝。哇，就這樣，我給主掌。請到那個全勤獎的傅大哥，傅北北。你要唱專業嘅先生。好，梁文博先生，嘿。梁先生。嘿。大家講個先生哈，大家如果大家有看過嘅電視，客家嘅攝製台嚟講哈，伊流行歌吼，我哋先講流行歌吼。哦，嘅聲吼，佢唱非常嘅亮。我當時嘅有首歌咧，愛進來咧，愛進來咧。哦，個唱非常嘅亮哈。不管係哪首歌，人係首歌啦吼。經過佢嘅聲傳出嚟嘅聲，佢變當亮嘅。和羅山歌本來就係當亮嘅聲吼，但是吼，我哋本只建議吼，一咩先講嘅講嗌嗬，我睇埋到中科院㗎嚇，我中科院我係合唱團啦嚇，咁32年前㗎我落合唱團，喺報名27、8年㗎我轉學嘅客家嘅流行歌，哎呀奇怪用嘅發聲又冇強樣咯，加埋當冇善心啲冇，哦，我轉一團時間，我相信有一隻時間喺度嘛，喺度調試過程，一隻過生過程啦，對，就是人。轉換的一種過程而已。我相信你當樣子會轉過來，這邊就唔敢當好，我哋鼓勵你，大家比較信心好唔好？好。謝謝。先開始啦。好，按住按你有唱兩個甜心吹嘅小天使哈。小天后。小天后。來，你站在他那邊。來。好，以下有麻煩啲觀眾朋友了啊。哦。係啊，來。吃到安尼甜心水，唱到較好嘅，請卡數。我要記下北票呢嚇。記下前票。嚇，萬一記拿去了，較少嘅樣辦。沒關係，我會再努力。再努力，哎。我查。因為太牛吹嘅梁先生唱到好嘅，請卡數。喺當度呢？謝謝。平分秋色，又係平分秋色，啊！要獎金要2-3本呢。係啊。好啦哈，2-3本啦，好嘛？好啦啊。恭喜兩位。嘿，2個接受3000元的獎金。好，繼續加油。好啦，恭喜兩位哈，謝謝。繼續加油。好。哦，根本也係所有嘅參賽朋友哈 ，PK 朋友已經比得了。係啊。好看嘛？好歡喜嘛？好，我相信今邊嘅朋友也非常嘅歡喜啦，嗬！希望下一擺和多幾個時間來做啲同大家鄉親朋友嚟見面，好嘛？哦。係啊，安尼今日嘅節目就告一段落啦。今日非常多謝安尼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安尼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。謝謝。謝謝。小票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同時，大家冇唔記得咯，下禮拜強一陣時間嘅出發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